各位看官好，我是草履虫。今天我们继续游览银川的5A 级景区水洞沟。现在我们已经翻过长城，到达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界了。我们先看下区域地图，这里有几个项目，先是蒙古人家，这里有些小朋友喜欢的项目，然后是骑骆驼，再坐冲浪车，最后从餐饮区这里返回到宁夏地界。下面这段旅程特别奇妙啊，景区里会把所有能拉车的动物都弄出来给你拉一遍车。先是羊车，羊车是选择性坐的，我们就直接略过。先去蒙古人家看看有什么项目。这里有一个套大鹅，10块钱5个圈，套中可以把鹅抱走。这些鹅都喜欢远离人群，要套中简直就是撞大运，没啥技术性可言的。然后这里还有挤羊奶体验，这个都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。这样啊，你看，这样这叫虎口啊，这不是虎口卡住了？你看虎口卡是在虎卡紧了啊，这不是有个包，这个捏着包看。你看啊，我已经掌握要领的，就是每次挤出来的热比较少，要装满一杯恐怕要1个小时啊。继续出发，要前往下一站有2种选择，一个是坐牛车，一个是骑骆驼。坐牛车排队的人少，基本上到了就能走。骑骆驼的人比较多，我是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骑上。第一次骑骆驼，骆驼起来的那一下，感觉还是蛮奇妙的。不过我骑着就不敢拍视频了。骆驼骑了15分钟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游客中心，里面可以吃点简餐，买些纪念品什么的。我就直接穿过去了，后面可以坐那个沙漠冲浪车，再去下一站，这个是必须坐的。这个沙漠冲浪车坐起来还是挺刺激的，我也是第一次坐。当然这个沙坡度不大，先热热身。过几天我还要去中卫的沙坡头，据说那边的沙漠冲浪车才刺激。下车了，接下来要往前走200米，再坐船去下一站。前面那个就是长城了，穿过长城我们就会回到宁夏地界。水洞沟景区在鄂尔多斯的部分其实不多，我这次也算是涉足到内蒙古过了。回宁夏了，这下面的湖叫红山湖，我们现在要坐船前往下一站。我现在走在水洞沟大坝上，那边现在没有水，水全被拦在这一边了。码头就在那边，船开动了。这边的长城叫水岸长城，城墙要高出水面15米以上，可谓高峡出平湖。其实我们的长城在修建的时候都是依山傍水，就地取材的，只是现在保存下来的，像这样山水相依的长城已经不多见了。在这一片独特的雅丹地貌土林景观里，有这么一片湖泊实属罕见。我们看，那里还有一只鹭鸟飞过呢，一片江南水草丰茂的景象啊。下船了，要前往下一站还要坐一程马车啊。刚才我们已经坐过好多种交通工具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不坐马车就得自己走。而且这里我也要吐槽一下，马车师傅路上会给我们唱山歌，最后小费1人5元。虽然表面上不是强制的，但是我脸皮不够厚，肯定还是会给的。马车终点是鸵鸟乐园，其实只看到3只。上一个视频我们知道，这里原来是有鸵鸟的。水洞沟的先民都用鸵鸟蛋皮来做饰品，后来随着先民们的搬走，鸵鸟也都销声匿迹了。
现在的是从外面又重新养殖回来了。看完3只鸵鸟，这边还得继续坐车，这次是骆驼。这里能拉车的动物基本上都已经出现过了，再下去要出动大象了。这个骆驼车上也是师傅唱山歌，刚给过5元，这回又要给5元，我整个人的感觉都要不好了。吐槽，强烈吐槽。骆驼车下来后，终于到了北疆天歌的表演场地了。今天的表演是下午3点钟开始的，所以你得算好时间。我是早上10点钟进的景区，现在到这里已经5个小时了。这个表演晚上还有一场，当然时间可能随着季节一直在变，所以还是以你进景区当天的预告为准。总之从门口一路玩到这里5个小时差不多。趁演出还没有开始，大家可以和骑着马的蒙古小哥哥、小姐姐们合影，当然也可以骑马去场子里溜达几圈，不过那个是要另外收费的。这里的小哥哥、小姐姐们都是蒙古来的。这个表演主要是讲西夏时期长城内外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战争的，场景也是利用这里本身的长城、大峡谷、藏兵洞、城堡等，这些都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立体军事防御体系。关于这个演出，我后面专门做个彩蛋，这里先给大家大致看一下，视觉效果还是非常震撼的。这个景区从水洞沟遗址开始，一路过来，让你骑了那么多的动物，就为了看这个演出。这也是宁夏目前规模最大的实景演出。蒙古国彪悍的骑士们用他们旋风一般的速度、精湛的马术，演绎了狼一般的血性和横扫世界的强悍气势。演出看完了，我们继续参观水洞沟景区，下一站是明代的藏兵洞，有粮仓、水井、厨房、火药库、兵器库以及陷阱等等。目前可以参观的藏兵洞有2个，第一个规模很小很短，第2个比较大。这边人太多了，把洞口都给堵上了。第一个藏兵洞因为人太多，大家前胸贴后背的，我啥也没拍到。我们直接看第2个精华的，这边有个导游小姐姐讲解呢，我就跟着她走吧。我们参观的1号洞啊，洞口都是比较低的，所以呢，大家走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头顶上方，小心喷头。来这边呢，小心台阶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2个深入墙体的洞穴，它是当时呢一级指挥官休息的一个场所，它相当于现在班长和排长的一个级别。在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洞中洞，它是一个暗道，它可以通往安全的地方的。他们呢离洞口很近，只要负责通风报信的军事事务。来这边小心台阶啊，注意头顶上方。你看这个红了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左手边看到这2个图呢，它是当时的一个储物室。在清理储物室时，在里面呢清理出一些酒杯碎片和干枯的蔬菜。眼前呢，我们看到的是1号陷阱，它是内装内都射漏角。仔细看呢，我们会看到底呢，它遗留下来的一些尸骨，这些尸骨呢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啊。来这边小心台阶，右转参观。前面人太多了，在安休息。这个图呢，它是当时的士兵站岗的一个岗位。它的高度呢并不是特别的高，是因为呢当时驻守兵力不足，照童子中所指导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右手边呢，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小型火药库，黑坛子里面装的都是一些500多年前的火药粉末，但是时间太久都已经失效了。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当时士兵站岗的一个哨岗，岗位上土台子的一个设计，
说明呢当时士兵守卫的时间比较长，非常的辛苦。将领呢为了体恤他们的士兵，给了他们稍作休息的一个权利，所以呢我们也形象的把它称之为坐岗。继续往前走呢，我们右手边会看到的是一个小型粮仓。小型粮仓发现这里草地洞，它不是个有救的驻兵之地。士兵呢，他开始以地面生火为主，在紧急情况下呢，才会进入洞内来这边的小型台阶。现在呢，我们到达的是藏兵洞的一个中心位置，也是大厅啊，我们可以找空位啊，先稍作休息一会儿。这边的几个展柜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是从藏兵洞里出土的粮食，主要是小麦、黄米、黑豆和面粉，当时他们就吃这些。这些是瓷器，有碟、碗、罐等等，都是生活器物。这个坡呢将近45度，它是越走越滑的，大家在走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啊。进来之后呢，大家首先啊会看到是一个大型仙境，它里面呢都是一些削尖的木桩，在当时呢它是削尖的竹子。现在呢我们脚下通过的地方呢叫做翻板，它中间有轴控制，踩到一头，翻板呢就会翻过去，碟呢就会掉入陷阱，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跷跷板。现在呢我们通过的叫做凸木柱，来大家呢抬腿跨过去。它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减速带，它是为了减缓提重速度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一根手，有没有一点？那墙壁两边我们会看到的有香蕉鬼手，香蕉鬼手呢，它原本的位置呢是安装镰刀的，在镰刀上呢它可剧毒，因为洞内的光线比较昏暗，也能观幸福的长处。所以呢，他们的双腿呢就会被割伤，最后呢中毒而亡。一样的。那现在呢，我所通过的是生死门啊，在当时呢它是左生右死的，现在呢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过道。我们脚下呢现在呢所通过的地方呢叫做转神阵，它没有特别大的杀伤力，它是和碟呢打心理战所使用的。碟呢，它经过前面几道鬼门关，其实呢，看到这个陷阱它是如何设置的，他们呢也不敢贸然行动。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叫做拱木，是埋伏在峡谷上方士兵或在峡谷下方碟子所使用的一个暗器。前方右手边呢，我们看到的是铁蒺藜，是清理藏兵洞时呢所清理出来的。在刚刚的机关中，我们都已经看到过，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，是用来搬马蹄子的。因为当时呢，他们是以骑兵作战，用它来搬马蹄子呢是属明智之举。眼前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最后的一个大型陷阱，它和前面陷阱是一样的，这个呢看的就比较清楚一些。来，前面两边台阶都是可以上的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通过两边的台阶回到地面上。出藏兵洞了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红山堡，这里原来都是有营房的。按照明朝的兵制，每5个人住一间营房。前面的是城墙，高8米，当中还有瓮城。明朝时候，瓦剌军队曾多次南下，想要劫掠银川等地，但都攻不进红山堡。藏兵洞加城堡，这种立体的防御工事还是很靠谱的。我带大家到这个瓮城里来看看。什么是瓮城？大家可以看看我南京中华门的游记，就是敌人攻进来的话，大门一关，四面高墙上的弓箭手可以朝着中间一个乱射，瓮中捉鳖。好了，水洞沟景区至此都已经参观完了，前面还要坐最后一程交通工具拖拉机。当然它只是做成了拖拉机的样子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路走来，先是电瓶车，再是羊车，再是牛车或者骑骆驼，再是沙漠冲浪车，再是坐船，再
再是马车，再是骆驼车，最后是拖拉机，就差把鸵鸟放出来拉车了。虽然比较扯，但也算是一趟奇妙的旅程吧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